小姐，来做暖身运动了。好，首先呢，我来做腰围嘅部分哈。来了，慢年嘅腰围轻有数，眼睛有位亲有数，慢年嘅腰围轻有数。眼睛有位亲有数。以後，三號落嚟，我來做師傅嘅部分了。慢年嘅師傅請站掉。眼睛师傅请站掉，慢年嘅師傅請站掉。眼睛师傅请站掉。做好，小姐，來繼續做好，來，同起來啊！一、动站掉啦！哎呦，你动得你强啊！好，以後，三號落嚟，運動做了。喂，小姐，他認真掉的啦，繼續做。蚂蚁的啦！你蚂蚁被暗人倒哎呦，阿婆啊，難做點麼？人佢唔怕啦，阿婆引導你是安用，你對都是不安用啦。快啦！好來，生意哦。哎呦，你痛啊，你皮落嚟啦。唔怕啦，盡快休困一下是做得的啦。你係冇好嘅啦，高臉啊，你保暖一號呢，心酸一號呢，哎哦，一不動就免寒啦。哎呦，用啊，哎呦，用得順了。小姐，聽到？經過，阿媽妹，你嘅行為可能已經辦法了。那姐是他弟弟，安用你們總得有辦法啦！用甲山啦！阿婆長氣持到甲成個教練，當後生皮膚當柔，上會粘一下、搣一下，安用咪總得咯。那你迄吃到阿婆安的名，用的名主無關係。係啊，冇關係啦，只為記俺後生都做得做幾順咯誒，盡做自家家要抗議咪做得係冇？那俺我伊只風濕冇問題。好。今日假設講迄14妹，吼。從愛。好啦，當後生當獎啊咧，做得嘛？詢問你。那有只細仔，佢就吃到講，有只細妹當獎啊，皮膚咩當好當拍啊，這樣來搣一下、捏一下，你吃到安尼做得嘛？首先吼，人帥真好人醜性騷擾，咱都是做得的。咱你都做唔得。我雙標是我。像咱來講，你這個沒敵誒，咱來講下來，其實你就是有性別刻板印象的那種歧視的感覺啦。停。其實講真嘅啦，不管啊，迄細仔的呀，迄細妹的，不管佢迄生來好看也唔好看啦，迄有人。對於咱的同宿同居啊，吼，不論吃到有些的冇爽快啊，吼，其實主要可能會係性騷擾哦，還有啊，老太姐來講，性騷擾雖然那種最常發生的狀態是這種肢體的接觸，哦，像阿婆安尼面面啊，直接面都給，這邊捏一下，那邊捏一下，這種情形，不管係用圖片。也係影片的方式，沒有可能會成立性騷擾。係有圖片、影片嘛個意思啊？像我以前啊，有一部嘅搭車的時候，你是被人騷擾？有可能，不是你騷擾別人？不是 ，man，就會有你這種傳輸那種裸照啊，或是那種不好的照片或影片部分，其實你看到沒有吃到乖，傳也不該做乜嘅，因為唔收私人用嘅，所以即便是路人，然後佢可能用圖片的方式，不感覺講唔爽快啊，吼，其實主要可能會是性騷擾。係，所以科技啲個進步，其實按用啲騷擾的方式咪冇強容咧。講到呢一片，我真緊我都分享一件，我實在呢下想到喺你當過不去的一件事情。嘿，我跳白是錯過公差的時節，該個東西是人動到嘛，我是錯的，而家男人的順頭，該好經典用把人將人嘅容兒，佢是話過來，見來見去，韓國還假裝嘅手機跌到天涯紅，還是念個時節，該跳那是命到我的大腿，我是覺得
无爽爽贵姓是乖乖，唔讲爱该用是动讲，俺们唔敢大声喊出来，莫是很别人听收，所以应该是给按那个下车铃，然后是下叉嘞，还该用是爱夯地路红是叫嘞，因为是才会听声音讲嘞。其实读多案那些事情啊，处理的方式有很多啦。好，那我们接下来就看一段影片。好，不论敌动哦，按您事情用怎么处理来。哎呦，嘿，改变动算，动袂严呢，动强哦。你做来咯？嘿，动奇怪哎！哎呦，妹啦，你用按奇怪，哎呦，猪狗啊！你看见咯，像阿婆安尼做法啊，哈，可以有效的阻止犯人继续做他的动作，好，要引起旁边的人的注意，有没有？不太敢低头讲，哎，一闪你都会做坏事哦。哦，大家当他眼光看到那个人，全部看到，你就会吓到，你就会不敢再继续有这个行为。这其实是一种保护自己的方式。嘿，唔讲爱自家拄到过安样个事情，其实伫该用是动难做了件事情，唔过大家喊你做在练习一下，勇敢的站出来。唔过挑战讲到该是系讲快该工作该猥琐啊。拄到安样因职场性骚扰嘅问题吼，咱有看过嘅数据啲背度啊，少写到啊，什么哟，有43%嘅因是拄到过职场性骚扰，韩国是9嘅因啊，唔敢讲出来，因为可能讲你俩什么系唔系有乜嘅问题，会本人讲话嘛，该是会动讲呢件事情呢。其实啊，都以他那种沙飞中动到主管有没有？有时候想要跟比较年轻啊的下属打好关系，那有些人会采用不好的做法，比如说故意开一些黄色笑话啊，然后大追故宫一些以为某为啊，其实让人家觉得不舒服。你有干过，你吃到某松快的时候，注意听会冷清，老起讲说唔得。要明确的说不行，要把这件事情表达出来说，我不要这种行为跟话语，对，要明确的说拒绝这样子。不过其实有当时还系会拄到该教会渣，佢就是会讲，哈，你讲笑听听，开不起玩笑系么？就按养宠咩，某时会讲，命一下听听啊，用按欧巴喏，韩国某时讲哦，你讲爱性骚扰系么？爱是故意哦，按用因呢。大家讲多就懂得做坏事，你给他借口了。啊，不过我要跟大家说明的是说，其实你会雄心自大。当你觉得自己有不舒服、不愉快的时候，其实那就是一种不好的行为。韩国咪紧紧就感觉到嘞。这种情形，他你会去觉得说我自己没有办法处理这件事情，把今后就会请社工啊、某组请偏人来天数协助你。所以你做得一个冇办法嘅时节，是亲戚和朋友，冇是其他人来天数。唔过法律啲背度监入嘛嘅保障嘅法条么？有一篇老太太讲。一般的那种沙批松来讲啊，法律有说性骚扰防治啊，其实有分3个比较重要的法律啦。那第一章就会讲性别平等工作法，读到还有职场性骚扰的时候，都得以老给你自己任职的公司嘛。我在公司里遇到性骚扰，我在公司寻求公司高层的协助，好，或者是去向劳工局、劳工处这种主管机关请他们帮忙这样子。那第一章是性别平等教育法，那你可能它针对迄校园性骚扰的部分，不管迄老师对学生，也系同学对同学之间的，你做对咩老好告某处教育局的主管机关来寻求帮忙。那第3章就会比较普罗大众的，就会性骚扰防治法。那性骚扰防治法还是怕你迄都，比如讲来到餐厅吃饭，那你就都会请餐厅的主管的处理安尼事情。某组诶，大家讲到有社会局、有社工，某组警察的，就警察局的警察都可以帮忙你安尼。所以系本某强人嘅猥琐是用某强人嘅法子错嘅。唔错。唔过到大家骚扰朋友嘅人背负嘛嘅责任咯。不同的法律对于这种骚扰者的要负的责任没有不同的规定啊。你可以吃豆自己有遇到这种状况的话，可以大胆的去寻求法律的协助。好，安用应该是举例下情境。
紧，假使讲系爱拄到用因对爱收来脚来，莫是命无爱媳妇，按用因机会付嘛个烦恼。一片啊，有可能的话，就有可能系性骚扰防治法。性骚扰。叫他讲嘛，因为一般普罗大众就是用性骚扰防治法。那性骚扰防治法底度就规定讲啊，你有你呢有意图，有那个想法想要去性骚扰，那趁别人不注意的时候去摸啦，去抱人家，去亲人家的话，都有可能会触犯这种法律。那他噶都会宽下波亚片，他可以最重可以处2年以下的有期徒刑，还会申办的女哦，所以紧紧督导就不要放过。紧紧，韩国提你该情境，该是系假使讲用因是动爱一直追求我，韩国点解顺跳紧来紧打扰我、骚扰我，韩国不该是都精神实在是很折磨，压力动态该系嘛该烦哦。我先讲啦，我迄吃到英国我嘛该是无也在可能啦。我细就爱烦恼长青衣啊，讲出来啊，该动勇敢呢。好，不过在真的拄到安尼情形下，其实也可以去提起民事的告诉，那去要求对方针对他给你的精神压力这件部分去请求精神上的损害赔偿。好，我学到咧。韩国最美，是系伫一冲当过拄到，我是通过动到个案呢，是系共识是唔插机，是都冇绕冇紧，按用因共识没有入问题系冇？其实啊，依照我们的性别平等工作法，底度会有要求雇主要去帮忙协助处理安件事情。好，结果其迄冇处理的话，其可能公司也要负连带的赔偿责任。还有啊，也偏没有老太太讲哦。好。公司除了要处理这件事情，就用的处理。好，性别平等工作法第13条有规定哦，雇主应该要去防治这件事情。雇手唔係講佢出事情要來處理，聽哦，你都事情發生以前預防，對預防的時候，你就要提出一個預防的方式。那裡面會提供一個制定性騷擾防治措施啊，然後還有申訴跟懲戒方法。也就是說，他在事前他就要去規劃一個，假如有這樣的情形之後，我要怎麼去解決這件事情的救濟管道或是 SOP 這樣。所以其實公司第4000可能是做在上口告台噶督導用辦處理是錯咧。我唔錯。愛真緊持到當困難去面對，不過希望大家了解堂體和做在勇敢嘅起出來，就係錯解哦。親後輩老太去甲講，真的係讀到安尼事情啦哈，一聽不要懷疑自己，不要覺得自己有錯了。因為錯的一定是亂摸你的人嘛，當然，所以要相信自己的直覺，覺得說，來吃到某鬆塊的時候，就要提起那個警覺性要有。第一章就會講，迄讀到有人安尼一直開黃色笑話啊，然後某出書給明暗，不論某鬆塊發，讀到一定會勇敢的站出來說不，要拒絕對方。第3章來就會講，可能在職場上有一個主管或者是有個同事安尼做，他可能不是1次2次，他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話。那你沒有注意說，我是不是可以收集一些證據？那未來在請公司來協助的時候，有一些證據都可以用。T.C. 這樣做以後，還真的去搞吃到我自己沒有辦法解決的。除了尋求家人啊、親戚朋友的幫助之外，沒做得請一些社會局啊、某處警察的等專業的機關、機構的人員來聽書。希望大家根本應該節目啲陪讀日本大家學到動到哦。所以當好可以你節目感應做得去客家電視推介面書 YouTube 去點讚發落了，1 4 6 1 張來了。